歡迎收聽《Value ESG》。上一集我哋介紹咗乜嘢係 ESG 同埋喺企業嘅應用，仲分享咗申請政府1萬蚊資助嘅心得。對 ESG 同埋綠色金融有興趣嘅同學仔都可以重溫返上一集。今集我哋就邀請咗 Yuki 佢依家喺上市公司擔任 ESG 分析師，屬於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今日佢就會分享佢日常嘅工作職責同埋入行要求。事不宜遲，即將開始。大家好，我係 Yuki， 我而家喺一間上市公司入邊呢，擔任緊 ESG 分析師。平時負責嘅工作呢，其實都幾多元化。例如啦，會分析呢企業嘅可持續發展表現，同埋制定一啲目標同埋策略呢，係去提升公司嘅 ESG 表現。例如而家喺第一個季度啦，我哋嗰條 team 呢，就忙住寫 ESG 報告，去披露公司呢一年嚟嘅 ESG 進展。因為其實咧，港交所由2016年開始咧，就鼓勵公司去做唔同程度嘅披露，亦都係咧上年2024年5月嗰陣啦，就發表咗一份氣候信息披露指引，分階段咧係去要求唔同規模嘅上市公司去做氣候相關嘅可持續披露。公司而家咧每一年都需要發表 ESG 報告。有關嘅資料呢，所涵蓋嘅期間呢，需要同年報內容涵蓋嘅時間相同，通常呢都會係1年嘅。而 ESG 報告呢，可以呢刊登於公司嘅年報入邊，或者以獨立嘅報告發佈出去。而隨住全球收緊嘅 ESG 披露要求呢，香港嘅對 ESG 報告嘅披露要求呢，只會越來越高。所以 ESG reporting 呢，必定係企業 ESG必要嘅工作之一。冇錯，我哋都知寫一份 ESG 報告嘅時間要求都幾長嘅，由收集相關數據、撰寫內容去部門到核對，一般都需要大約3至4個月嘅時間，都幾辛苦㗎。你介唔介意再講多一啲點樣去寫一份 ESG 報告？首先第一步呢，就要定好披露指引。一般嚟講呢，香港嘅上市公司呢，都會跟港交所嘅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守則，同埋一啲國際嘅標準，例如 GRI 同埋 SASB， 即係 SASB。呢啲指引呢，都會要求公司披露自身嘅 ESG 績效同埋信息。例如喺環境方面啦，公司要披露自身嘅環境議題，例如碳排放啦、能源使用、循環經濟、電子廢棄物等等。同埋喺呢一年入邊呢，做咗啲咩措施係去減低呢個碳排放。而社會方面呢，就會着重喺披露勞工資訊，例如員工權益啦、福利、供應鏈管理同埋社區投資。而治理方面呢，就會要求公司係去披露自己嘅結構啦，同埋點樣呢係有效咁樣去利用去管理一啲呢氣候風險同埋目標。除咗實質嘅內容，我哋仲需要披露一啲可量化嘅數據，例如用電量啦、水資源使用、電子廢物量、員工訓練時數等。ESG 報告對公司嚟講真係幾重要㗎，佢可以作為一個媒介去向公眾展示公司嘅 ESG 職能同埋表現。啱啱都聽你講到，港交所喺上年2024年5月發表咗一份氣候信息披露指引，分階段要求唔同規模嘅上市公司去做氣候相關嘅可持續披露。咁新規定同埋原有嘅規定有啲咩唔同呢？咁其實呢，原有規定要求嘅披露項喺未來呢都仲需要繼續披露嘅，即係公司呢要做更多同氣候相關嘅可持續披露，例如啦喺唔同災害啦、颱風啦、酷熱天氣警告對公司嘅業務同埋供應鏈呢有啲咩風險，同埋啦唔同嘅氣候政策對公司嘅財務影響。另外，公司亦都需要呢去披露更多呢自己喺可持續發展嘅支出啦同埋投資。例如啦，公司到底會用幾多錢呢去投資一啲減排技術同埋改進嘅。所以呢，接下嚟嘅披露要求呢，唔單止就咁要求公司呢去披露自己嘅碳排放咁簡單，仲要涉及埋一啲財務數據，特別係呢氣候變化對公司嘅財務影響。多謝 Yuki 詳細嘅解說。
相信除咗 ESG reporting 之外，大家對 in-house ESG 其他嘅工作都好感興趣嘅，唔知你可唔可以再分享多啲呢？咁其實除咗 reporting season 之外呢， ESG 部門呢平時都需要同其他部門嘅人去溝通，同佢哋解釋一下呢 ESG 界別最新嘅資訊同埋要求，同埋制定呢同 environmental 同埋 social 呢兩方面有關嘅 KPI， 同埋一啲可持續發展策略。例如以我而家呢間公司嘅情況為例啦，我哋一般呢都係每半年呢就要同相關嘅部門係去開一次會，去核實同埋追蹤呢唔同 KPI 嘅進度，同埋根據實際嘅情況呢係去做一啲調整嘅。例如啦，我哋仲會推出啦同埋執行一啲減碳嘅策略，例如能源轉型啦，同埋供應鏈碳排放管理。而喺供應鏈碳排放管理方面啦，我哋一般呢一開始都會透過呢問卷呢就會了解一下我哋自己供應商嘅可持續發展策略同埋減排目標。哇，咁喺企業從事 ESG 真係身兼多職喎，仲要有一個好好嘅溝通能力。最後 Yuki 你可唔可以同觀眾講一下點樣入行企業 ESG 同埋需要啲咩特質呢？首先呢，我會話溝通能力一定要強嘅，因為好多時候啦，我哋都需要同唔同嘅部門呢係去溝通，去說服佢哋呢係去配合我哋，係去完成一啲 ESG 工作，同埋制定一啲集團目標嘅。所以呢，點樣去將一啲工作呢簡而精咁樣去解釋俾佢哋聽呢係好重要嘅。第二啦，要具備一定嘅寫作能力，因為我哋喺寫 ESG 報告嘅期間啦，其實就會不斷咁樣去反覆去校對文句啦，確保啦能夠透過呢語言風格去傳遞我哋公司嘅文化。同埋我哋平時呢，亦都需要寫 proposal 係去推廣自己嘅 ESG 可持續發展活動嘅。最後啦，咁就當然要有一個可持續嘅學習能力嘅，因為 ESG 係一個發展迅速嘅領域啦，每一年嘅變化都好大，所以基本上啦喺短時間入邊可能就會出現咗呢唔同嘅披露要求框架，所以啦就要時刻咁樣去留意最新嘅趨勢。而我哋 in-house 嘅員工呢，其實平時都會有機會呢係去出席唔同嘅 webinar 同同行溝通嘅。好多謝 Yuki 今日同我哋分享佢嘅工作經驗。如果大家對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有任何嘅問題想知嘅話呢，都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又或者 IG DM 我哋。今集就講到呢度先。想知更多 ESG 嘅行內動態，可以撳下面條 link 去 follow 我哋嘅 IG。仲有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同埋拎今集嘅 notes 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